如是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，如是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，这个叫做长远心，长远心的关心。因为我们和这个无量就是众的无数众无边，这众生这个层面，我一定好的，一定好的。是无第三心，是无众生特别多。特别高级，这个话叫做呢，叫做不颠倒心，无颠倒心啊。并且这个话就是讲这个，这个妈妈，而且还能讲会种，